朋友，大家好，下晝3:30了，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我係劉慧靜，慧靜好，來到禮拜日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我同所有鄉親朋友一齊下來關心到嘅啲係空氣嘅話題咯。今日我哋講到啲話題啊，我都從上高後真好權吼，一啲上來係乜嘅呢？因對一個新聞事件來講到，即係講今年哦，一個4月嘅時節吼，因到韓國有發生一個侵上嘅事件。韓國呢，到韓國應該美國呢位啦，吼，有發生一個刺人事件。講到呢到差唔多呢台灣啊，呢個應該呢插院嘅部分，吼，就係隨機刺人嘅事情，唔知鄉親朋友對呢個事情係唔咩罕記得咯，吼。好多人想呢，你按到嘅事情發生過後，有啲人呢，頭先講到呢，要流落呢個創傷，有啲人啊，吼，可能一長時間過後是唔記得，今日都是得行出來，上來呢到情形，多多嘅時間按用循來解決。今日按到現場啊，這位大家來倡導精神科嘅醫師林醫師哦，來同大家來講到多按用嘅事情啊，吼，我有嘅表現，韓國你愛用嘅來處理呢，吼，係想一下呢就接來分享嘅呢林醫師好。主持人好，我講等客家鄉親大家好，我係對屏東灣蘭來嘅林立英。佢歡喜有呢機會，我再來也電視台話，同大家打咗一句講下我哋關心嘅話題哈。希望安尼東西有時可能唔會發生喺我哋身上，但是我哋旁邊嘅朋友親戚有時會碰到安尼事情嘅時候，係這樣子我哋識報啊，還有去打咗一句時候，可以當做一個話題來聊嘅。這樣的機會呢，我哋能夠多認識一些啲呢方面的知識的話，可能對我哋的身份，對我哋旁邊的親戚朋友也會有幫忙。你就做一啲吼，就講上班下唔係自家有安樣嘅情形，喺身邊的人有安樣嘅情形嘅時間，你就做得來留佢到聽數。你喺講呢，請方法來留佢到聽數啦，吼，講到嘢吼，我想人對嘢嘅細學嘅吼，出世時間。也個你講法可能就愛細上，吼，就驚怕留佢學到。你講也個創傷症候群啊，吼，上來咩係一種人講學到嘅表現麼？係按你講吼，我哋喺假使講創傷症候群嘅話，可能講範圍有18大，因為可能包含到，比如講我哋以受到傷，身體的受傷也可能按到創傷。但是伊對我哋主要係講心理層面的影響嘅話，一般會用創傷壓力症候群來形容安尼情形。我哋想對世人來講嘅原因是因為太普遍人吼，可能太過冇乜嘅事情吼，也冇乜嘅經驗嘛，但是可能佢都認為會記得話事實，吼，係這樣是更加太人而帶適應的時候，你會看到適應的個容易受到一些講外來事件造成會嚇到一些反應，到阿姆頭水冇成日看到也不強涼的一些情形，吼，阿姆頭水冇個什麼話好水會吵會鬧會叫，吼，安尼情形，也有可能嚇，因為也受到外來事件的一個驚。然後出現呢啲問題。從人外來事件來講啦，嗬，也可能就係講一個年節的時節，嗬，會打紙炮。打紙炮嘅時節，也太熱曬，就會留聲音嚟嘅，嗬，你講較細嘅聲音嚟，嗬，留佢嘅義工按用 M02 呢，嗬，就表示講，你講下講嘅聲音唱高態，會影響到佢哋，會嚇到。從也按用，係講因為紙炮也就係外地嘅一種影響嚟。也只是從我哋生活中最常看到，也是最常經驗到的經驗。但是一般來過後會提到嘅創傷壓力症候群，一般來講可能去看安尼事件啊過態，比如講坐飛機有墜機了，嚇，係這樣事情主持人佢都講到嘅韓國人會一定出去旅行，結果上陳皮戲嘅，韓國也上陳皮戲，見得都現場經歷到幾集嘅一隻過程吼，嗰隻過程可能都像過後咧，有啲人要救到，有啲人咧就過身咧吼，今日都想講，一下讀到安樣嘅情形嘅時節，就係基本講到嘅主題了。太普遍咧個安尼事件哦，係能夠生存下來，能夠我哋講幸存者吼，一般伊去事件嘅過程當中，也會經歷到一點歸無助、歸這個無望的感覺哈。
古時候也都係你講哦，自家本身吼，我要經歷過一條事件，吼經歷過一條事件過後，吼一條就係叫做可能心肝肚，吼心肝頭肚可能有嘅壓力，一講順菜到佢可能會強，再講一講肚到一樣上場嘅情形，也係嘛嘅，佢可能還係無法度去面對。係啊，像我哋台灣會曾經有一921大地震吼，佢到我哋啊總鋪嘅客家鄉親，可能也有安尼經驗吼。一當時吼，佢搖到暗夜吼，又天花也冇法打，天火也冇開嘅吼。當時他跟一天會佢講，佢講咧講到甚至會有一種感覺講，哎呀，他唔定能夠脫離過安尼壓力嘛，吼，能夠脫離安尼現場，能夠未來能夠生活下落去嘛。我原來想法係，好，古時咧，你又講到嘅吼，做起講嘢都係啲衝撞嘅一事件咩？可以講讀到較大嘅事件，都頭先講到像也會做有人嘅也個內傷流啦，也係講體痛啦，吼，也都吼，從安樣嘅情形做係人嘅衝太衝撞嘅也個事情咯，吼，從按到嘅有讀到有面對到嘅，即家都一啲擺到嘅，吼，將會有應講到一下嘅屬於一方面嘅一陣問題嘅，從也都其實咩唔會少呢，吼，唔係單槍講係人哋嘅一個衝太嘅一陣問題，天天。係啊，實際上我哋喺個時講對啊呢。造成呀我哋講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吼，如果我哋對呀事件嘅原因來分，那也目前我哋看呀熒幕上看到啊吼，嗰度東西都係一啲原因啦吼，像台灣嗰常見嘅颱風大部分土石流，吼，個體痛海嘯之前有幾海嘯都係之前嘅日本嘅311事件嘅嚇吼。個另一件嘅啲生活地方吼，可能會遇到，譬如講一交通嘅意外吼，交通，頭先講到飛機做下來，個也衝太茶禍，吼，一啲東西都係，甚至像前一陣嘅有電視新聞有報道嘅本人搶，吼，佢父母可能會本啲人攻擊的一些情形，吼。甚至可能有位小姐都有安尼經驗吼，有講被晚些時被性侵吼，安尼情形。個身體上受到一些被長期嘅打啦吼，譬如講本人綁架吼，我有安尼。綁架嘅事件。個像其他有時間不見得發生喺其他情況。但是呢，現場有看到，人都現場，佢一下有看到發生乜嘅事情嘅時節，一樣佢咩算係？也會啊，因為譬如講有人對彈鋼嚟講跳一下，放喺佢面前，當場看到嘅影響係相信。一生人佢可能都當難填標題去，有就會講到嗬一個創傷症候群嘅一個部分啦，嗬。都頭先講到看到可能跳落係講，係衝太嘅入跑啲事件，一個。有一種我也上一輪門檻唔啲算一個係咩一啲擺度嘅種類之一，一個人生受到傷害嘅部分，比如講有啲嘅聲音嚟，佢都長期受到苦痛，嚇，像之前咪有新聞講，聲音嚟受到苦痛到死體去嘅，用連接的啦，一鬼神哦，就係用無強制嘅話，像係用嘅情形咁算。也係一種所謂深度嘅一個創傷啦，嚇！啲深度嘅創傷最主要係我哋集體以係咩一個我哋所講嘅壓力症候群嘅話，嚇，主要以為有幾種表現嚇。第一，以為會因為人嘅事件過後，會表現出會變得過容易情緒方面嘅啲改變。因為變得個唔穩定，嚇，佢容易有一些激動嘅現象。比如講13人，佢本單可能就係做乜嘅事情，佢係下穩火嘅，佢做乜嘅事情會照定自家嘅一個節奏，自家嘅做法來做，遇到安樣嘅一件事情嘅時節，不過都有一個衝太衝上嘅事件過後，佢可能。都面對處理一般平常生活度嘅事情過後，就講佢要處理嘅時間，佢可能就係當激通，而係講當極端嘅方式來處理。係，如果人方面嚇，如果人嘅氣質啊，或者是而家心情嘅平穩性啊，一就全部都改變嘅一種現象。另外一個
伊也会不断的去想起安的事情。比如讲，我哋有时摸出10吨的时，会想到几件事情，哈。就按用目足10吨的时间，可能佢脑地摆度嘅画面、研究看到嘅就係經歷過嘅嘢事情。啊個阿冇到啱鋪頭睡夢嘅時間，我不忙，我有人都講我會不長命嘅現象，會驚會鬧，甚至睡得唔穩定，會有呢現象。哦，一到到睇題就係講到嘅，嗬，也創傷、重大嘅創傷過後反映出來嘅，表現出來嘅，嚇表現出來嘅。比平常會有些改變，像有個人可能會因為講安嘅事情在發生，甚至於會講一再講到安嘅事情，有可能會變得有些麻木。對安嘅事情呢，會對外界一些情形反應會變得個貪。甚至唔願意再講嘢嘅事情，甚至切緊人會變起來，唔願意同人接觸。同講到，就係老切家關係來，唔願意老外界來接觸，嚇，就係其中嘅一種反應。係，會有一種精神上嘅麻木，呢啲情形出現。係，一種就係老切家關係咯，一種嘅呢就係讀到事情之後懂結通，係，還有另外嘅表現嘛。都頭都講啦。不長命也得，一得哈，甚至有啲人一坐頓嘅時候，伊根本冇辦法安心，因為我不斷地去想起安嘅事情，想起安嘅事情嘅時候，伊可能身體方面可能會驚，然後會可能會身體會會按用緊準，人嘅時間嘛，佢係佢怎麼緊準？唔過佢只係想到一件事情嘅時間，佢回身就。哦，也真是呢，也可能會影響到佢嘅想法，可能改態真蠻多嘅哦。係啊，好，也即係講到表現出來嘅也按到嘅部分嗬。如果講真實咧，也就係按設計本身嗬。唔講設計也好啦，最講有讀到按樣嘅事情嘅時節嗬。你看到美國嘅對就業教育學校地方讀嘅事情咧，講學生嘅設計看到咧，你可能佢都唔介意學校，你咪可能係一種嘅表現。可能佢看到過後，佢可能兩擺佢會變到上愛講經驗，也就全部做成係表現。不過也就做成係講。佢設計本身就經歷過按樣嘅事情，另外還有呢度嘅人啊，可能佢冇按出隻，不過佢咩係一個從上症候群嘅人講到，還會有按樣情形嘅，比如講後來應講到救災嘅人員，就講到救難咧，船難有人去救咩？應講火災有一個救火員去聽數來打火。剛剛我哋記得在我哋台灣嘅921大地震嘅時間，其實有幾多唔單是現場地方經歷過地震地動過後，或者倒下哪路，或者係陣時落卡前面有數到傷亡嘅問題，甚至其他救災嘅人其他幾多也軍眾嘅人嚟幫忙嚟做呢，嗰度去睇屍體嘅幾多人嘛，喺邊面嘛，我以為我哋講嘅創傷後嘅壓力症候群。哦，真係咧，係應該一個創傷過後嘅壓力症候群哦，嗬。頭先講到嘅一個情緒會有變化，表現出來嘅各方面啊，可能都會有無同樣嘅素材。上來啊，嗬，你日到按樣嘅去處理，還個有呢度嘅理嘅做到來老大家講。先來聊下咯，家下陣到嘅節目當中，再個繼續來聊呢啲歷史來打這個。